刚开门就有大批人潮，2025年必看的陆剧《南红》在台湾爆红。继台北场之后，又在台南打造快闪店，除了将北渔面馆完整还原，还有桑延和温以凡的准考证、毕业证书，甚至是定情信物、霜降香水，都是直接从剧组搬过来。另外还有充满暧昧氛围感的庆生场景，前面摆放的还是草莓蛋糕，吸引不少粉丝抢拍。他们有特别的纪念的东西，所以才过来给你看。庆生的，因为刚好今天是白敬亭生日，男主角生日。对，刚好就是帮他祝他生日快乐。主办方更带来有别于台北场的情境，首度设置全新的香港电梯场景，展出重庆加班站，原本的运动服也换成校园制服，连周边商品也有全新款式，像是雪花手机壳、吊饰等等，赠品明星小卡与海报也有所不同。在台北的话是第一次引进南红的快闪店，然后当时的成效非常的好，就是非常受剧迷的欢迎，所以很多人也是敲碗说可以到中南部来，所以我们就是选择在南纺购物中心这边比较寓教于乐的地方举办这样子。这书专门给我买的，随便买。南红播出至今仍是话题不断，快闪活动不只是粉丝朝圣，更是一场极具代表性的影视 IP 实体化行销手法，成功将线上热度转化为线下流量，强化粉丝对剧集的情感连结。记者周海棠的报道。